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同路點評，每日精選焦點新聞，帶你快速掌握澳洲、香港、中國同國際最新動向。記得訂閱埋同聲同路人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更新㗎啦。維州自由黨 Glen-Waverley 候選人 Jackie Sun 因為一項招募國際學生參與政治義工嘅實習計劃引起爭議，並接受黨內勸告。北墨爾本一場普通話大學生迎新活動上面，有人派發中英文海報，招募學生拉票、派信同參與競選籌款。海報未列明政黨同候選人，但 A 字架背面印有 Jackie Sun 嘅競選海報。一名學生查詢後，被告知計劃係為反對黨服務。自由黨強調 Jackie Sun 冇出席活動，並稱海報唔係自由黨材料，但未解釋勸告原因。另外，海報聯絡電郵屬於 Daisy Song Consulting， 同 Jackie Sun 妻子 Dancy Song 使用嘅英文名相同，但 ABC 未能確認兩者嘅關係。澳洲一名女子使用 AI 記錄員進行診症後，醫療記錄竟然錯誤指佢曾經服食迷幻蘑菇，引發對 AI 醫療工具準確性嘅關注。呢名女子喺今年3月接受腎結石手術之後，發現術後記錄聲稱佢曾經微量服食迷幻蘑菇，甚至可能同腎臟出血有關。女子強調自己從未服食。喺佢投訴之後，醫生致歉並修正記錄，但未能確定錯誤嘅原因。隨住 AI 記錄員越嚟越普遍，相關風險亦備受關注。澳洲皇家全科醫學院估計，大概40%全科醫生經常使用呢類工具。而研究亦發現 AI 曾經將乳癌左右側搞錯，甚至錯誤診斷病人患有癲癇。澳洲總理阿爾班尼斯同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後表示，特朗普答應考慮澳洲提出嘅關稅豁免要求。兩人通話大概40分鐘。阿爾班尼斯要求美國撤銷最新嘅12.5% 澳洲進口關稅，至少唔好進一步提高。佢強調，澳洲已經加強打擊現代勞役同監管供應鏈。澳洲政府早前批評相關關稅缺乏可信證據，並認為措施唔合理。兩國領袖亦討論伊朗戰士同 AUKUS 核潛艇計劃。阿爾班尼斯表示，雙方同意 AUKUS 繼續推進。佢亦向特朗普提出中國近期喺太平洋試射導彈引發嘅區域安全憂慮。英國同歐洲尋日迎嚟近30年最壯觀嘅日食，幾百萬人聚集各地觀賞。英國大部分地區出現日偏食，月球最多遮蔽大概90%嘅太陽。康沃爾郡更達95%，成為英國自1999年以嚟最壯觀嘅一次日食。格陵蘭、冰島同西班牙部分地區就出現日全食，太陽完全被月球遮蔽，短暫陷入黑暗。民眾更可以睇到太陽日面同日理。日全食平均每18個月喺地球某處出現一次，但同一個地點平均要等大概400年。而英國下一次日全食要等到2090年。俄羅斯總統普京近日首次到訪具主權爭議嘅千島群島，觸發日本強烈抗議。普京星期3到訪扎竹島，參觀魚類加工廠同品嚐魚子醬，係2010年以嚟首次到訪當地嘅俄羅斯總統。日本政府隨即召見俄羅斯駐日大使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批評訪問絕對唔可以接受。千島群島部分島嶼由俄羅斯控制，但日本稱為北方領土。雙方自二戰結束之後一直存在主權爭議。分析認為，相關島嶼唔單止具備豐富漁業同礦產資源，更具有重要軍事戰略價值。適逢日本投降81週年前夕，加上俄日關係因為烏克蘭戰爭持續惡化，普京此行被認為具有政治同戰略意味。多謝大家收睇同路點評，每日快速掌握澳洲視角、世界焦點。記得訂閱啦，我哋下次再見。